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刀仔鋸大樹洪水水。咁啊，上個禮拜三咧就大敗啦，咁樣好難估啊。咁啊，再加上我條命唔係咁適宜賭啊，所以我都會改一改個節目形式，可能就咁不賭馬神啊，就咁齋睇分享俾大家。咁大家如果中意個頻道，可以俾 like、俾 share、comment，然後掃咗後邊嘅 QR Code。咁你都可以 WhatsApp 我嘅，左下角個電話，咁我大家可以傾下偈或者拉入群。咁如果我有賭嘅，就分享下咯。所以大家當左下角，當識下一個朋友咯。因為我條命係唔適合賭嘅，因為我自己本身都識少少八字同紫微，咁都大概知嘅。不過成日想，因為我自己中意分析啲嘢。咁我偏偏唔信邪咁樣，就點都想試一試啊！但結果通常我唔買就出嗰隻買，我一買重注就收皮。所以幫大家不賭馬神，幫大家贏錢啦！你快樂，所以我快樂。咁如果係咯，咁我以下啲心水咧，就只係提供參考啫，不是佢嘅投注邀約啦。咁好啦，咁我講翻聽日星期日馬嘅賽事啦，咁我自己心水咧就分別係一二三五七九十嘅場次都有心水嘅。咁啊，廖康永首馬同埋蔡約翰啊、沈集成啊、姚本輝啊，都似似地出擊嘅。咁啊，心水如下啦，我唔字數啦，咁啊大家自己睇下。咁啊，先睇第一場啦。咁我中意就係隻明亮光輝啦。咁明亮光輝咧就係粉紅帽藍白橫間袖嘅，就係呢個明亮光輝啦。咁你見到佢同一個前面隻勇者為王就52分啦，後邊就哪吒啦，內檔就應該人人有餘啦。咁你見到明亮光輝推騎都已經輕鬆嘅。咁其實我重點係要隻勇者為王啦，不過冇出，所以我會揀隻明亮光輝啦。好啦，跟住到第二場嘅彩虹七色。咁呢場呢，就有隻線路福將係3場嘅，又係廖康銘。咁中間嗰隻就係彩虹七色啦，純粹我唔中意騎師何澤怡啫。咁佢依場嘅試集呢，隻花果後王同埋隻彩虹七色呢，都好出色嘅。你見到52分花果後王同埋49分嘅彩虹七色拋離咗後邊成堆馬，而嗰隻線路福星福將係比較用力多啲嘅。但有陣時講強組啊嘛，所以如果前面隻彩虹七色有，後邊隻線路福將都可能有嘅。咁我哋睇第二課試集啦，依課比較清晰啲嘅。你見到有泰勝區首路再來準希望同埋宜昌光輝，咁內欄嗰隻就文明福將。咁樣樣其實文明福將咧就比頭先嗰隻彩虹七色咧更加明顯係輕鬆好多嘅。所以第二場咧我會攞文明福星做重心咯。因為你見到拋咗晒後邊隻馬啦，咁啊呢隻宜昌光輝咧，我懷疑係泥地馬嚟嘅。我記得佢今日都係有出到，不過我唔會揀佢咯。宜昌光輝，去泥地我先再算啦。咁啊，跟住講隻線路福將啦。咁除咗頭先課試集，佢仲有第二課試集，又係用勇者為王去嚟試嘅。其實勇者為王我好中意，不過等嚟等去都未出，咁就睇下試集先啦。咁啊，最外檔嗰隻白色嗰個就線路福將啦。咁啊，周俊樂唔記得咗係咪佢騎，好似奧爾文，但係奧爾文就揀咗哪吒，就唔騎隻線路福將。咁你有冇睇少隻線路福將喎？可能隨時佢揀錯馬個奧爾文。咁又有小插曲啦，其實無謂見到隻密道男神咧，就原本周俊樂騎嘅。咁我唔知係咪因為要重心出擊，俾咗麥道朗騎，但係又冇睇少周俊樂，可能佢係揀騎隻線路福將都唔奇㗎。咁當然你可以話我彈弓口嘅，咁我咪玩晒，所以我自己其實較為中意隻線路福將啦。男神我驚佢太熱啫。咁跟住睇依課試集咧，就係同場隻海船王者。我又講明先啦，隻海船王者咧，其實都感覺上係唔夠隻鋭木嚟嘅，咁佢用力好多，但係推騎有反應啦。咁樣仲有入邊隻九九為軍啊，
但係如果你相對課市集咧，我較中意隻線路福象，同埋純粹我個人係唔中意隻梁家俊嘅，因為梁家俊我成日揀佢就唔出，唔揀佢就出，好難估啊！跟住到重心馬啦，就係第五場嘅光年80。咁呢隻馬咧，其實你睇佢兩課市集咧，其實都係勁嘢嚟嘅。首先呢課市集後邊就封神其實贏咗噶啦，前邊澳遊波士，後邊就大外檔光年80啦，慘冇。咁你睇首先睇翻呢課市集啦，雖然咧佢就要大力推騎，好盡力嘅，但係起碼佢有追勢。澳遊波士啊，雖然係都勁馬嚟嘅，你見到佢推騎都好大力啊，光年80，但係起碼有反應啊，咁樣樣跟住最後一擁而過晒。咁佢除咗啲課市集顯露光年80有衝勁之外咧，仲有第二課泥集啦。咁呢課泥集有巴基之星同埋天星嘅，咁啊基本上咧，你見到佢左穿右插一隻馬操控性好高嘅。咁左穿右插之後啦，跟住佢大力推騎，咁天星大家都知天星係勁馬嚟嘅，咁啊天星輕鬆好多啦，咁啊光年80 61分馬，係咁推啊，係咁推，但係都冇打邊啦，起碼拉近到距離咧，其實 pace 我覺得有嘅，呢隻我會重 pay 咯，光年80。咁啊七場智蠢神區咧，上次我都有買佢嘅冷 pace 嘅，咁係中咗嘅。咁啊沈集成通常咧冷 pay 一出咧，就下關唔使買嘅，但係我純粹個人分享呢一場智取神區點解睇到佢有，因為佢同隻浪漫勇士雖然冇得同浪勇比啦，但起碼都差唔多咁上下啦嚇。咁啊跟住第9場就天賜喜啦，天賜喜有勁馬嚟嘅，咁啊呢度有勇冠群英同埋幸運有利啦。咁啊你見到天賜喜好輕鬆輕描淡寫咧，咁就已經大晒頭。跟住同心同樂咧，就要大力熬幾下先走上嚟啦。咁樣樣睇落去嘅天賜氣都 OK 嘅，不過純粹佢大熱批咧，我就應該唔會要㗎。但純粹推介俾大家。咁啊，重心又嚟啦，就係狼來了。咁啊，前邊呢場又係強組嚟嘅，極上沙龍上次一出就即勝啦，純粹我冇揀到啫。咁你見到咧狼來了咧放頭咧一放到底咧。其他後邊嗰啲勁馬都譬如係俾人帶甩嘅，但其實狼來咗好輕鬆嘅，冷 pace 啊必買啦呢隻，我話嘅，所以我會揀。咁啊，最後咧第10場咧，我就會要隻哥倫布。其實上次跑馬地我想要㗎啦，跟住見佢臨場落大飛，仲要話飛到馬度，唔知點解到最後贏唔到啦。咁而家練馬師咧就轉場，咁啊大家估下佢究竟會唔會出擊啦？因為隻哥倫布咧，你睇落去咧，佢撳住都同隻一起美麗差唔多啊！一起美麗係78分馬，係最後俾隻超勝無敵一擁而過咗，但係起碼65分嘅哥倫布都唔差嘅。好啦，咁我節目去到呢度咧，就就完結㗎啦。咁我總結翻啦，我個人重點就1場11號明亮光輝，2場11號文明復星。3場咧就係呢個4號線羅福將，5場13號光年80，9場就13號狼來了，10場就9號哥倫布。咁睇大家點樣樣買啦。咁啊，希望大家會中意個頻道啦。如果你中意嘅話，請你俾 like、comment 同 share 啦，同埋可以掃我左邊嘅 QR code，又或者 WhatsApp 我同我傾下偈啊。咁祝大家聽日賽馬日贏多啲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咁啊，希望大家中意我改咗形式啦，唔再硬性俾過關貼士，因為本身我條命就唔適合賭，只係適合幫大家贏錢。可能大家就咁6穿1買 win，可能收百幾萬㗎啊！不過我講笑啫，純粹你6穿1買10蚊可以試下嘅，因為有可能有唔出奇嘅效果，因為只要我唔賣就有機會中㗎。好啦，咁啊係咁先，下個禮拜2再見啦，拜拜。